来你这个窗口平台知音的朋友，跟上来大家嗨，欢迎收看苏州电视上最乐特别节目。俗话讲，民以食为天，以中国的饮食文化可以讲博大精深。那么苏州呢，也是同样如此。据史料记载啊，你苏州大概后院出土的文物来交代，你苏州的饮食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4000到4500年前的了。那不仅呢历史悠久，而且呢品种还是丰富多彩。从广泛的讲起来，你苏州的美食啊，可以包括素食蕉叶啊、素食米底啊、素食蛋糕啊等等10几个道来1200多个著名品种。我讲也是蛮艰难的，作为苏州人。那么，作为苏州的地方曲艺、苏州评弹，还有蛮多有关于苏州饮食文化的故事大片段。那么，精选之一部分接送为大家播出。从今天开始，再为大家播出最乐的特别节目《舌尖上的评弹》。为了使大家能够更好的欣赏你的苏州评弹，同时呢了解更多的美食方面的趣闻，还不像个事体。所以呢，今朝呢特别请来自一位嘉宾，大家蛮熟悉的，是你苏州曲艺的主席，中国苏州评弹博物馆副馆长于先良。先良，欢迎你啊！你好。非常感谢做今朝这个节目的嘉宾。因为我也是正宗一个你苏州人叫，现在流行的闲话叫吃货。看来红光满面了还。先良为啥海呢来做嘉宾呢？但不仅仅是因为吃货啦，因为呢是你评弹方面的专家，是吧？再加上呢，我一直看呢辣班子浪向写有关于吃方面的文章。哎哟，真还不想得嘞！所以今朝特别请你来，当你来分享分享。专家那根本谈不上，我只不过是有感而发。有辰光吃啥点啥个么子，我就拿搿个体会写出来。特别是关于吃方面的气氛，我才记得蛮来的。那么实际上，节目开始之前呢，我想话来我看你一个问题呢。哎哟，先看看我咋一开始啊？有一句闲话，你苏州人上得不识山，下得不识一个山头，全部侪晓得，叫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哎，晓得个啊？搿么我就要问你着。在大理杭州四有10国境，这样好个地方。为啥苏杭苏州了前头，杭州了后头？为啥苏州了前头，杭州了后头？搿个我倒也想不出呢。因为讲起来，苏州是莫是一个地位，不就杭州啊？这上位人士了哇！为啥苏州了前头呢？讲来听听看。说呢，它跟这个字体都有关系。所以因为苏州的么子特别好吃。原来是这个原因啊！我跟你讲，因为人民有所谓听人家讲个，吃在呀，今天吃饱肚皮再还去白相。对个，先良，你晓得为啥你苏州么子好吃？我觉得你苏州个菜呢有搿能4大特点。拿比方讲，你苏州个菜呢，鲜烈特别开卷。对。青菜花仁真的是活生生的好花仁剥出来个，香油蒜蓉一袋袋蒜蓉，人家就淋了海，是吧？那还有呢，就是烹饪呢比较开卷。里从呢先腌制，再做，再卤，是吧？等等。还有第3点呢，就是我觉着是色香味盈俱全，漂亮。有种会点啥个西瓜盅啊，啥个是吧？第4点还是再送一个，就是比较讲究时令性。对，你讲对。刚才这个时令性，现在是特别讲究。是这样。因为啥个季节吃啥个菜，啥个月份吃啥个么子。对个。那它是让每一个海头里向吃啥，不应该搿个海头里向生长的菜。虽是周期饮食品，你千万要当心着。所以搿个一点啦，你苏州人是办了，可以讲全世界人的善立着。啥个季节吃啥个菜，不要讲错脱个。咁么呢，你现在搿个季节是春天带来的，是个。是个啊。咁么你就要吃春季里向的菜。那菜花么大鱼，菜花酱鱼，对，还有么啥个？懂了，菜鸡，青豆子，是刚刚山羊啦，清明前头，你像有一种菜，叫金花菜。金花菜呢，不乏人不晓得的，不吃的，谁是有的，有的是江南人吃的，但是你苏州人呢叫金花菜，有的地方呢叫荷花郎，那么上述叫草头。你那个金花菜3个名字的了，来不同的地方。我都来讲名字多了，外国也有的，外国有金花菜啊！外国这个名字非常的浪漫，什么名字？非常的诗情画意。说来听听。外国人叫幸运草。金花菜外国叫幸运草啊！这个不听说过。因为呢，
正常的金华菜是3倍一只，但是呢，女儿譬如讲几万多里向会有一肚是4倍一只。哦，搿是蛮稀有感。那假如看见搿个4倍头个，那就是幸运来着。哦，搿个4倍一只代表4个。啥个？家庭、健康、健康、事业、财富。哦，所以那个一生所一样个么子全部在现着。那么据说讲外国啥几家幸运草呢？有一趟拿破仑，你带着军队行军，走到一半个路浪向，看见边浪向好像有一堵车有4倍一只。所以拿破仑对低下去看一看，发现得正好对低下去个辰光，对面敌军个阵营里向，啪咣，一枪打个么是枪里去看搿个车。哦，4枪打过，子弹正好穿过头顶，对浪向2个。所以把那个点生命，所以叫幸运草。哦，长见识。对了，刚开始来看我，跟我现在也想看看那个。那比方现在春天讲，那么清明节呢就欢喜吃螺丝，对，清明螺笋是我。假使呢到菜场去买螺丝，有搿能3种螺丝呢，会得先烧。哪3种？那一种呢就是面盆里向，再有刚刚练起来个比较龌龊上头有点搿种清气蛋个。那么水嘛比较浑浊，还有一种呢煎没煎过的，但是呢煎可以呢比较慢菜，也不是再干净，比为个稍微干净点。第3种呢穷干净，搿螺丝壳磨得了光的，煎个地方也比较晒平个搿种。你会得毛哪一种？我肯定毛第1种。为啥呢？原生态。第1种又刚刚练起来，对。那么你毛出去呢也养2天。再拿来煎开来，搿能比较好。煎个话呢，因为呢有一种呢，这个病会着了受伤着，所以呢不利于侬搿种龌龊吐出来。还有一种是更讲法，还是打得干净，机器打机器煎个，不晓得把烧么子了搿能干净对。那还是比较懂的，但是吃好。那清明节头不要几样么子不要吃个，那说螺丝啊，刚金花菜啊，那还有一个酱汁肉。酱汁肉再个啊？酱汁肉是你苏州人特有个。是个呀。据说讲，搿来做个。搿辰光陆家嘴辰光呢，是据说是搿陆家老夫妻开支办烧肉店，但是生意呢一般性，但是老夫妻俩高头心地善良。搿日天早浪向天蒙蒙亮，门打开，寒冬腊月，就说一个干花子困了地上，马上要端起筷子。老夫妻俩高头买很多干花子，附带里向不卡面大吉，为侬热个派饭不离吃。那么等地吃好水前呢，看见个干花子困着了，夫妻俩高头出去买菜。不晓得买菜转来呢，干花子败脱着。搿么到想让你追伐？对个。所以你到开始山肉着，不晓得山肉点好个辰光哈，这里向山木上出啥个银后煮法。看见边浪向有张铺席子，搿个干花子留来个。那么你到时候拿搿个铺席子卷一卷，塞到杭州里向打银后煮法。不晓得搿席子刚刚烧香。飘出来一股香味，搿个香是难以形容，一直浸入到搿个红烧肉里向。嘴边酱汁肉，飘边里是苏州个大家三行。香汁肉。人气随时出去。所以那个是叫手有手办。搿是有的。所以酱汁肉半夜吃。那么还有一样物事，还是半夜辣辣清明前头吃的。啥物事？芽菜还是个？蛋。你给蛋缸水。缸里向有3样物事。后藤、水鱼、蛋。对个。前2样呢，野生的已经没着。所以是啥个拼丝吃下头已经不存在着。我前2天看到呢，微信里向发出来，拼上蛋的照片，哎哟，眼热得嘞。对。因为后藤吧，现在还是休养着。水鱼野生的一个也没着。有个人曾经讲，你到好不捉得着搿个水鱼野生的，随便几好动地，乃至也开得出口。结果几百个渔民捉至3日3夜，1点2分钟了。但是呢，现在唯一个第3个蛋尾鱼野生的，还捉得了。但是现在3000块1斤得了。我得来讲，吃蛋没有讲究的，粗心的或者心急的，辨不出里个味道。一定要细心的、慢心思的人辨得出里个味道。先要拿上头整个一根骨头，离口浪里推松，推出来。那么骨头离头看去个为还去预做。所以搿日天来看见个。我看到那是一点骨头呀。离骨头离头一大做个。做出搿个比肉还要好吃。那么搿个肉哪好吃呢？来叫看见搿个人辣辣吃骨头，所以辣那个骨头肯定。我就觉得当吃个辰光骨头太多，麻烦得了啦。不喊拿水来吃，也不能用牙齿。因为那个肉头嫩，骨头细也是硬。你一定要记住命。每年有很多老年人因白内障而失明，视力减退、模糊、重影、黑影、眩光，都是白内障的症状。白内障看不清，沙普艾斯滴眼睛。白内障是首位致盲原因，早发现早治疗。
沙普艾斯预防治疗白内障。治白内障，选对药，选好药，选沙普艾斯。要坚持滴哦。好视力，好生活。沙普艾斯。知蜂糖活性蜂王浆，全程冷冻，活性好，是公认的长寿因子，适合易疲劳者服用。知蜂糖蜂王浆，早晚各一杯，白天精神好，晚上睡得香。2014知蜂糖春季改善睡眠养生计划已全面启动，即日起，凡有意改善睡眠质量的市民朋友，至苏州知蜂糖各门店即可参加免费体验活动。活动详询6777-9500-6531-8586。虽然医药恢复有机，自家的免疫功能，那么我推荐中国知名商品中科灵芝孢子油。对放疗、化疗后的患者，中科灵芝孢子油能提高患者免疫功能，减轻患者体质虚弱、疲乏无力、食欲下降等状况。在4月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期间，团购中科灵芝孢子粉、中科艾特仅需6折，团购中科灵芝孢子油仅需6.6折。现在就拨打65160709。节能环保，家用电器不要让它长时间处于待机状态，像一般家庭所用的设备待机能耗加在一起，相当于常开一支30至50瓦的长明灯。一段明知以下去的辰光，石头不断的天，石头侬个骨头天打外头，哎，等到再后再下下去，搿个骨头再凸出来。哟，葛么三亮，刚子搿趟到的搿第一只节目呢，就是搭时令菜有关的呢。是与该部分陆建华合作的摘包菜。对，现在来听一听。最近啊，辣三湖商业中心拾起了15大乱啊！搿种乱就叫三湖大乱。那么开至一位高档的餐店，就叫三湖餐店。但是搿种高档的餐店啊，一般性的老百姓是侪不敢分清的。你别讲，的确，有3道摘包菜，一般人是吃不起。搿个3道菜啥价钿呢？晓得？啥摘包菜？人民币3道菜6800块，每道菜搁下来2200多得了。啥个菜啊？第一道啥菜啊？第一道叫一缸鲜。一缸鲜。那比如上清炒团啊，上团1把，先把吃骨炖全。炖啥价钿？上港3岁之现在身高不得了。那搿只菜呢，它是清明节门前去吃了。单搿只菜6800人不止。搿么第2道呢？第2道叫双脂肪。那搿部分拿弄就要老包腔。那是不是双脂肪？那个菜嘛有双。不是叫双脂肪呀？一只炸鸡的牙鸡，旁边围一圈疙瘩。搿么双脂肪嘛，还有一只缝了。还有一只缝嘛，搿当地吃讲，精品的医用。搿么第3道啥？第3道菜叫三摊车。哪弄这个三摊车？那一只俄罗斯民歌叫三摊车。你也叫三摊车？啥意思嘛？3种肉。龙肉、鹿肉、大羊肉。搿个肉块做是这样车轮这样一直上。从那个上头，下头一人当地了。是上等的鱼翅。好看，搿鱼翅3把像一片雪地，上头水头出来了，快马飞奔，所以搿个菜既好看也好吃。哎呀，3道菜6800块的啦，真的蛮贵高。好了啊，就现在呀，运动店的人家越来越多人，你看啥个样子吃法子，对吧？那么我就是想着自家三辰光。三辰光的哈。昨日啊，我记得刚刚上班。搿辰光开到平台头，第一个号头工资25块。25块。一拿上么几个人，马上各自一台去拼硬上。拼硬上啊！搿哪批发呢？我跟你讲，菜拿子上来啊，大家眼睛发绿，经常到市场去看。搿些辰光25块洋钿，大家一人拿几块洋钿出来，就吃好菜。一只台子浪向共种连汤带水卷杂菜。搿个卷杂菜蛮好做啊！哎哟，卷杂菜嘛，搿天人像牛郎一样呀，师傅顶楼子台子浪向看嘛，结果边上一个朋友出主意着，我一个弟兄姓孙，你讲没？非听堂给他你也唱我也唱，吃得大家不开心。啥个主意呢？非唱起来打起来，
讲是干吧，你就按照自家的心，你心啥个，那么一搭台子上一只菜搭得了关系的，那么就可以吃。你都看到哈？没，大家赞成，搿么？哪哈搭心搭高呢？哎，搿么开始。嗯。边浪向一个朋友，你讲是干话，我姓王。嗯。王吃了土鸡。我把三鸡头拉过去的。边浪向一个朋友讲，我姓姜。嗯。姜他公点那么侬哎呦，我一看啊，你姓于哪哈讲的？我讲我姓于。哎。我眼睛搭着了，我平台于，这嘴巴叫我了嘞。我讲我姓于。嗯。有时开个口浪头香肉油。他应该。红山肉油拉过来。嗯。边浪向一个姓邢的朋友。邢，侬个邢呀？我姓邢。邢书王。邢书王冰吞肉骨。侬上下来落出菜，哈啷一当全部拉过去。搿个你结棍，全部是。那么出主意个朋友发觉崩着。举着菜本都弄脱着。我出个主意我当然没吃。姓孙的朋友蹦跳起来，我姓孙。孙悟空大闹天宫，哈啷大讲不吃。你一搭菜搭这样结果。隔壁一桌浪向。啊来菜？是来水。哦，来水也分窑底了哇。你讲分窑？分窑过啊？分窑比你还要保噻。哪行保噻法？我们像你请议员比较我也平定帮打理到来送肯定分窑。即使搿边有几个来水，4个来水，阿拉拼硬上。但是你都吃得阿模样子，就说盯了只台子上看啥呢？阿没只菜，唯一屋里向还剩3块肉。哦，这是4个人。搿么哪分配法？哪配法子呢？不吃嘛，不饮酒，抢来去煎包。大家4分3厘还能有点不好意思。大家4个人来自不同的地方。对。那么一个上海人，上海人聪明，你讲啊，好了，大家不要眼瞪瞪了。搿能讲，我来出个主意。你看啥个主意啊？搿能讲啊，阿拉嘛侪是老师要文绉绉的，每人来讲2句打油诗。1句俗语，但是阿拉呢侪数学老师，所以搿句俗语里向要有数字，而且要押韵脚。那么只要搭得牢这块肉，讲得出有得吃，讲不出没吃。你讲没，那上海人难想出来个，难打个头。好，那么我来啊，2句闲话，要押韵脚，还要有数字，叫6636。我吃1块肉。好数字个。意大利灵光个，看上海人眼瞪着1块肉不里吃脱。搿是边浪向一个苏州人有文化底蕴个。对个啊。2500年来。苏州人多定定，苏州人是声音嘛不响个。讲我来，我无来。我讲3落18。2块咕噜多。再吃下去。咁么3块肉再吃得这样。咁么哪办呢？边浪向还有一个50人。50人面孔撇上来，我来。叫2918。我拿讨来哈公，哈做下去。第不吃瓜。为第4个人了。第4个人哪办？第4个是收拨来的。一个收拨的，一看梆叮当立起来。你们3个不要理。只好我把盆子提。哎呦，是3-7块。我真个开心，搿些辰光呢，实在可不够。难非讲，㑚搿个辰光少工资15块，我搿辰光实际生活，㑚晓得交通的，伙食20块，蛮吓账。你比我上只档次。我们经常实际生活了，所以来出去吃饭有辰光，来出吃饭呢，我也有一个脚签，也帮你分享。刚脚签口。4句闲话啊。人没多菜没散，咁哪吃呢？入座先公主。坐下来先吃主菜，主菜最重要的。大家共同拥有的。对，快点讲。煮面少4方。告诉。主菜吃得上，快点4面3堂。先侬当初吃。3堂。是公鸡一样黑部分。对。还有呢，人多莫啃骨，人多的辰光你别去啃骨头。对。骨头看它是人家菜在吃瓜子。还有第4点也蛮重要的。菜少先泡汤。即使菜散，乃是拿汤派了饭里向吃，
张开来。再咱们汤没重一个，对吧000啊0啊谁用？两个因为鸡没鸡个嘛，再分开菜个，这个鱼头我们一人一扎。哦，都分开个。分开个。那么我分开个，我不吃个，我先吃当中个榨菜。当中的菜的。原来那天光搿些辰光个人，也是讲实在个动地色。艰苦呀。别得了一道，这还瘦，这还膻气，这还斤斤计较。高吃嘛也少，那么健康嘛更高，要再少点。不过啊。有种人是天生的，那你是没办法，所以大家也是讲瘦。有两个朋友与之同地，瘦得比你还要结棍。你讲得对个，平台作品里是有搿样个人。白肉肉，都有水。是个。你像一个老板了，清虚水吃两只馄饨，这个你都想不出哪三期。那么大家哪三期大家来看一看就晓得着。这个。我也来了。你俺吃点心啊？点心啊，分吃的。初次大概在来吃点心嘛，难为人，推脱一声吧。吃过的了。吃过啦？不是讲这个。真的吃过的了呀。不吃个了。吃过的了。不吃个了，照面孔看得出来。不吃个了，不吃个了。这往啥分吃点心呢？当然来吃点心。来熟悉啊！来熟悉。哎呀，阿西啊，来，阿西跟到平门背。如果你上天怪头怪呢，写出来啥个怪头怪呢？还你来当那个事体商量。来当我商量，我总归不得老不来自己写出来也好听。许相公都有啊对那个大伙计，那么我到来年过年还是很满意。第一趟带我给打，今朝我想请你吃顿点心。我问啊，本来好这个档次耍个大事体了，当相声的弄的啥点心不理解吃啊？高的要便宜点，吃嘛也好吃点，拿出来嘛。也等样的，那三个一马儿喝了一马儿不吃吃，也出了火里些动啊！来当香菜口，弄点啥点心不理吃吃。阿西想维持那个老区不可，一个洞里口子像磨盘子样多，今朝娘呢都用脱两个里吃鸡啊！又往我口去弄个两碗三细米吧。搿种花生米不是为的，我有话也欢喜实惠的。搿么去弄2碗母肉上脚，写出来，看上去难当于难过了还话啊！是母肉上脚2碗一脚，搿你要吃光人家难合适不呢？如果说哪个人家这样容易吃光，吃2碗米的比吃不光了。那不比天后上面现在出来的吗？呸！鬼子里得不吃香啊！讲他公仔是把5斤，你别是分进去，别喊那个啊！想想个弄点啥点心？那么也没去订做2只好苦王，好苦王非常带面的，好看的心开稳当的，稳当的没事的呀！哎呀，去弄点稳当来吃了。不能这么说，搞的也便宜个了啊！我有便宜啥个呀？肉个嘛5不离10张，花人个嘛7不离10张。哎呀，这种的花人来吃了。阿西啊，那有话今天刚刚那瓜子啊，我有话用动力了，欢喜用了刀口了，个刀背上在他的。那闻那么有鼻子的，够拉里向上人晓得花人的肉个人，这女子不做咖喱这他的个，跟那是这他的我得不灵门，那花人肉个吃下去嘛，到底没三人点哈，啥意思啊？新人都里头是一样那个吃老远嘛，一弄也不规矩，别喊你混啊，这的肉个孩子。那么其中个200张来想吃上了吧，50张差不多对不对？晓得着。那么阿些去往文人去，
搿宋代马文人搭现在两样的，现在么讲乌头的，宋代讲扎头的，50只一只汤炉，100只嘛汤炉稍微多点，屋里出嘛自家屋里向斗争的，一些穷苦嘛，文人来着5炒3蔬菜，王永昌到许岁身体15天没来了两口。一口嘛，50只文人拿出来买顿药，不太太，面上像蜡黄一人带皮，于是来得个做，买顿药。哎呦，像文人店里个老板不抓规矩，叫么叫50只，别个里向只有4松子了。那么2年前50只文人们4松子，冲得够啊！再好么秋辰光来收理收，所以1个人吃还是那2年吃哪收法？是来伊拉拖来秋辰光当收一收，把人家会吃多了个了。不说不当不是而已。一周年没有子，这样娘里3吃，口里吃几只，我再吃几只。高明不得不错，对，娘里3吃。来伊拉，苏大人，来，出点心，趁热。像现在的大事，只能踏到苏大人。这鸡血冲天心啊，拿不出个。来，对。苏大人3吃。我3吃在龙江头呀。我不是。那3吃，对。那么苏先生别客气，吃吧。我去付菜，一卡子3只文人。像随着讲吃门不大好意思，应该敷衍他2声。苏大人，来人，不提抗议。这个口里看3只文人，像你看3只嘛，我看2只，最末5只，跟一横一来好手的。主要是嘛托付，托付，对。对。文人但没好吃，须是一卡子4只。苏大人，来人，什么大人你想哈？看4只，你看4只，我这还看1只走啊？随一只。看大夫，晚睡觉。少年人大礼比什么大人可以请进别得看。你记得为对你龙舟吧？现在我当着周一吧。来，对。1时，对。文人嘛好吃子的，许什么都不让我不知的，加上一卡子5只。苏大人，来人，什么大人今年几岁了？哥哥，要西瓜子5只，不文人都支起来的。搿来追你的那样，我往5只搿50了不可以打的，我要帮上你哩。搿像那5只嘛，搿么我就看汤吃，搿么搿么哪行呢？搿么来了，本人让当来敷衍呀。问什么当然今年几岁？里头上是文人，是文人。送啊！什么大人今年只有15岁啊？不，50岁。弄错这个。对。我又把你说得起魂不送了，总是要弄出来的。搿文人这样也是文，不是咱不要弄错的呀，这样是武器。送这么1年，那么娘刚刚收到30，许是一郎敷衍着。苏大人，你几位公啦？30只。发对了，一口牙。可以冲，1个男个2个女个共种3个，对。哎呦，不是俺不的人啊，觉得我，这个来啦，俺也当来吃年，快点吃知道，配对嘛，正当配对吧，是。那么那去香港中文人就家为的长牛一路人风，50只文人穷，15来嘛文人1只不是，
非但文能不社会都两张鼻子出来，像文能店的老板的规矩，现在自家吃里当子被人裁拒了。哎呀，搿场3期是吃下去也不长肉干了。这样哇噻。别个啊，那个请客吃饭的，有辰光会得有种人包括去啊，辣进口到了，硬劲一上满台子菜嘛，吃勿脱是噶，其实也是不好干。对。你看呢，冷水吃勿脱。那么前教头讲要打扮了啥物事，其实打扮做起个菜是不新鲜这样。对。而且会得产生一种物质呀。啥个物质？物质是叫亚硝酸盐。致癌的。哎，原来呢是每个菜侪有酸酸盐，特别蔬菜啦。那么到一定的辰光，乃至放到冰箱里向隔6个钟头常温下头会得产生亚硝酸盐。放了冰箱里24小时，还会得产生菊花盐、亚硝酸盐，那个是致癌物质，吃下去是不健康的。对。所以还是吃菊花低菊花，那个是噶。哎，王亮。那么那个呢，还是近几年生活孩子吃得越来越好，那么是一点一滴产生的打扮。那么我现在会得3辰光的，你3辰光落得来打扮啊，一只板提不落来，我在店里落得来打扮打出去，搿些辰光真个苦噶。苦到呢哈，搿些辰光，你不一定晓得，但是我估计你也晓得，搿辰光你3辰光每个号头限量的，计划进计划5两肉一个号头。那个我晓得个，晓得个是吧？哦，我晓得个，现在还不是现在。搿些辰光，所以呢，一个号头是个最半斤肉一家人。是搿样。伊邻居搿家人家整个远近国家，拿半年个肉片吹起来，买至3斤咸肉，加上买至吹起，还发拨3人来吃。搿么哪哈呢？你先说拿个咸肉点了2两，点了2两子，就包了只台子个辣下头。那么你到一头吃饭，就观察3个儿子。抠一抠搿块咸肉，吃一口饭。抠一口吃一口。搿么也吃白饭了。哎，是个呀。那么结果吃子没几块嘛，搿个阿婶叫法子，爸爸我叫法，昨天爸爸给你扣子2口。哎呀，别一记台子，下面个句，娘里都看一眼孩子，还杀你。眼睛看不清，以为是老花眼，后来越来越差。视力减退、模糊、重影、黑影、眩光，都是白内障的症状。沙普艾斯预防治疗白内障，药物直达病灶会有点疼，要坚持滴哦。奶奶好厉害哦！治白内障，选对药，选好药，选沙普艾斯。好视力，好生活。沙普艾斯。知蜂堂崇尚中国养生传统，追求蜜蜂产品对人类健康的补益效果。知蜂堂蜂胶、蜂蜜、鲜王浆、花粉，健康补益，蜜蜂之道，自然之道。知蜂堂健康补益之道。知蜂堂蜂胶普诺宁斯胶囊，调节血糖，调节血脂，免疫调节，强身强免疫，加强机体抵抗力，免疫提高保健康。知蜂堂蜂胶用质量铸就品牌，以功效赢得信誉。所以是讲个哦，搿辰光是蛮作孽，真个作孽。但是搿边一家人家唯一结婚，哪结婚法？夫妻2家头。搿日天有酱鱼汤端上来，就一个汤里向带点酱鱼，撒2根葱花，就是一只汤子。发现搿日家主一吃，哎哟，老公啊，今朝这汤还吃得啦？哎，那才是有鱼个叫。家主话讲不得听到，那肯定恶心个。我在浪向去排队买鱼蛋。哎呀，哪份看见鱼蛋叫？不要，我排单子，我干根娘娘，关根干根，养了什么？水浪向侪是个鱼。然后就来马正火子里向倒一倒，所以给你讲的汤侪是鱼啊。高主的，哎呀，别样的。你这个高主非得分别样。那个头人啪一记耳光呀！我说你说去看我，哪只杀菜的？工业讲的还实干不经过的。说起讲。那个啥水也到了水缸里向，怎么你还吃一个孩子这样？你不跟你吃这样难看？真个破个呀！哎，三两，接下来搿只节目吃相也难看个呀。啥节目？侬要心灵粉薄。好无黑子。是呀。吃汤头，哎，大家来看一看。来看看，还这个。何先生。这个意思里你也吃得饱的？说个意思里叫大饼嘛，总归吃得饱的嘛。搿么来稍微等些。那好了。今天吃噻。哦。
你要叫妹子读书的起劲。哎。拼起是动力嘛，豆子肉娘豆子。肉豆子。哎呦，儿子嘛是下锅。哎。娘嘛来这个豆。哎。煮熟了锅里的这样一白汤，妹子，别讲的，你别讲的呀！你这个谁可啥的，你别讲的呀你啊！等一下，我来去口。假使有妈妈让我回来吃。做金鱼的你别叫死那个猪火的。你等一下，四只盆子水煮他们五花眼睛在厨房间的，开火锅盖一口嘛，切着，火高浪为一盆，三只当底，几只去顶，四只下去差不多。盆子拿出来，吹上块，一大箩白笼里向出来，白笼里的风来得个大，个豆子把那风一吹，外头结制成壳子，外头不日子，这个里向的白汤嘞，还是飞滚发烫。脑袋瓜一听，手机上一放，先生，妹子啊，你吃福个嘛？哪了？为啥一盆？是咋的啦？还有错误多噻？哪多些呢？哪你母娘？那，快拿！哦哟，为快了个哦哟，还是一模嘛，不是虚的啊，因为不毛动的是高清，一张豆子像3个人的拳头这样一个，这个4张下去总差不多，心里开心，又伤了害，干了嘛，要进去了，哎，总归要自家人有得帮忙的。刚一眼要离吴先生的，你不答应你，你听过去的，你按年上碰到都做人民的。我让你的药，这天身体还好着。我也吃豆子里想到药材。你都来个子？没好吧？没好了呀。你都要么欢喜吃粥呀？是呀。是啦。那么我已经确定一个，你最好吃的。这个年纪大，还要身体去行的呀。对。那么你听着我话，我们现在讲起来。我都听那个。哎，怎么好闲话都懂了？你这个嘴一讲，你这个身体来得个好。真的。你们这里好。自家老金家里，我要想到你都要。所以乡邻来叫你天女就是这个的。没好。你放心吧啊。那点心噻。你等那给他，你放心哈。放心啊。喂，侯先生。不是，你这娘进来把你叫，俺想我家。娘来着，办说的娘来着。印度娘嘛，当多来个么位置的吃酒吧。是呀。是啦，那么现在夫妻怎么彻底上？不知道。来得个好。哎呦，还不好那么你乡邻本来挺乖的，隔壁不是乖冰棒。也真香。这个现在身样不么你当好的呀？哪来？那年纪在大着到底哪来？这个太贵子了噻。那么过去大家去抠门，我是分期了。你去哪把去的？我去嘛，这他得了是。但一คน多老夫妻来这个哩。没好了还。哎呦，你都不真个。讲人家么事业这个武器去。是呀，武器生的呀。是当铁路的手上的。没好。没好来的。也是有良心的。谁想着？是呀，已经去。定心啊。放心啊。喂，吴先生。你这阿公，现在多少鸭婆去家？都没阿公来。那所以爷娘也要进来。这个上梁不怎么下梁花。是喂。现在老夫妻一样和门大瓜边好的。真的。动力不多。哎呦。东山我补去。地上去。哎呦，没事。不是啥个东西来，西水去是那商家不好。是呀。那这个么真正叫家务凡事兴。对。你不讲人家是将来又将来了。那不也是噻。你放心啊。那能够放心噻。定心啊。吴先生。我不要说，我不要说。啥听你姐姐？哪听你？哪听你碰到主人比你要吴先生么？哪听你呢？我说先生，你让我吃豆子呢，忘记这个噻。有啥这样的人来抠个伢子要吃豆子？我说去吧。你讲。你吃子了我讲。我拿你讲好，吃来吃。你去吧。不讲噻。我随便哪来噻。我去。不是我听你也吴先生的。不讲噻哟。不给，吃不让我吃的。我不我的。
双阴井哪有这种人？我生气样子哟！吃吧啊，快点。不，说吃这玩意哟。我听那也不谁上过。这谁哟？那不谁上的？不是呀，你吃呢？怎么我要吃着？吃着呀，老师的呀。我真的要吃个。我这鱼烧糕给你吃呢。吃着。啊，就吃吧啊。还是想吃吧，没啥病对噻。不就真要不谁他们来弄你呢？张纸一张了，豆子往这里腾一伸，说得是进去噻。你要吃那个张纸，哎呀，明龙来的，一干，不晓得这个豆子的鼻子小小薄，外头么发烫，里向的把汤是飞滚发烫，不然一干么鼻子抽脱。而且抽的一枚水枪带的个活龙的，往里向去，这把汤打个小石龙上也要照着你活龙去，而且有个么子得了子烧在烧不得，哈子这个一通不通的，而且把它分开出来，这里像怕有的呀。哦，哦，好，猴子，猴子，我活龙去猴子，哎呦。哎呦，对面子。哦，他中这个。哎呦，我分吃的不离心啊，有看。没地吃的呀。哎呦，对面子。真吃这样呢。哎呀。哦呀，人家不能喝点啥个。你到水塘下来嘛，这个豆子牛了快硬的了。不晓得不是一听葫芦的一张八日给，八日给看到豆子嘛，当时挺力气的，这八日给抽过来的。啊哦，对面对，好。这到水捡起来把汤的让逼不了，你里向不称你对噻？啊哇！猴子，逼不了猴子。去天嘛，到水就在后子一点，别心啊哇！哎呦，别心了猴子！哎呦，吃大萝莉，酸大萝莉吃不行？哎呦，那种个猴子吃不着，哎呦。哎呦，这个吃汤都吃得这副样子，真的没三体个。结棍个。哎，所以吃这个么子是我也怕的。这个汤白啊，特别有这种生煎啊，所以一定要改再薄个地方先挨上。先挨开，慢慢接吸。那么男的呢，那也就不是这个基本理念当然可以的，以所谓叫男人吃饭龙须酥，稍微夸张一点会分开，但是姑娘、女子最看就是叫女子吃饭素质。慢慢接受了，哎，对，你还接受，你包包来再讲个的，一粒米是带数的了呢，哎呀，还接受一受。对。哎呦，先两辰光，但过得蛮快是吧？对。搿一期辰光差不多在，那么你还得先改个段落。下礼拜同一辰光，你继续来，观众朋友，再会。辣辣3、5日中心，拾起了15大雷啊！各种雷水枪3用大雷，那么开至一位高档的水电，谁叫3用水电？但是各种高档的水电啊，一般性的老百姓是侪不敢分清的。那边讲，的确。有3道招牌菜，一般人是吃不起。这个3道菜啥价钿呢？晓得？啥招牌菜？人民币3道菜6800块，啥每道菜搁下来2200多得了。啥个菜啊？第一道啥个菜啊？第一道叫一缸鲜，那比如上清炒团啊，上头100，100个吃骨当全，当啥价钿？上港3岁之现在身高不得了。那搿只菜呢，它是清明节门前去吃了。单搿只菜6800就不止。搿么第二道呢？第二道叫双鸡凤。那搿部分拿龙就要老包吃。那是不是双鸡凤？那个菜嘛有双？不是叫双鸡凤呀？一只炸鸡的牙鸡，旁边围一圈疙瘩。
那么双曲风嘛，还有一只风了。还有一只风嘛，个当地吃讲，哎，精品的医用。这个第三代耍，第三代才叫三塔车。哪能这个三塔车？那有张俄罗斯民歌叫三塔车，你也叫三塔车。啥意思嘛？三种肉，龙肉、鹿肉、大羊肉。这个肉块做是这样，车轮这样形状。从这个长头，下头一人当地了，是上等的鱼翅，好看。跟鱼翅水巴像一片雪梨，上头三头车轮跨马飞奔。所以这个菜既好看，也好吃。哎呀，三台菜6千800块的啦，哎，真的蛮贵个。王来啊，就现在呀，运动里的人家越来越多人，你看啥个样子吃法子，对吧？那么我就是想着自家三辰光。三辰光的哈。昨日啊，我记得刚刚上班，搿辰光开到平台头，第一个号头工资15块。15块。一拿上么几个人马上各自一台去拼硬上。拼硬上啊，搿么哪批发呢？我跟你讲，菜拿子上来啊，大家眼睛发绿，就是经常在子浪向看。搿些辰光15块洋钿，大家一人拿几块洋钿出来，就吃好菜。一只台子浪向各种连汤带水卷杂菜。哦，搿么卷杂菜蛮好做啊！哎哟，卷杂菜嘛，搿点人像牛郎一样样，师傅盯牢子台子浪向看嘛，结果别那一个朋友出主意着，我一个弟兄姓孙，你讲没？非听堂听到你也唱我也唱，吃得大家不开心。啥个主意呢？非唱起来打起来，讲实讲吧，你就按照自家的姓，你姓啥个，那么一搭台子上一只菜搭得了关系的，那么就可以吃。你都看到哈，没哈嘛，大家3人，搿么哪哈搭姓搭高呢？搿么开说，边浪向一个朋友，你讲实讲话，我姓王，王吃了土鸡，我把3鸡头拉过去的。边浪向一个朋友讲，我姓姜，姜太公点鱼，那么侬鱼，哎哟，我一看也是。你姓于哪哈长的？我讲我姓于，我眼睛搭着了，我平台鱼，这嘴巴叫我落来，我讲我姓于，有时开个口浪头像肉油，那应该，红山肉油拉过来，边浪向一个姓邢的朋友，邢，侬姓呀？我姓邢，姓苏王冰吞肉骨，侬上下来6只菜，哈啷一当全部拉过去，搿你结棍，全没着。那么出主意的朋友发觉崩着，举着菜本都。平台20个窗口，平台知音的朋友，跟上来大家嗨，欢迎收看苏州电视上最热特别节目。俗话讲，明日实为天。以中国的饮食文化可以讲博大精深。那么苏州呢，也是同样如此。据史料记载啊，以苏州大概后裔出土的文物来交代，以苏州的饮食文化再可以追溯到4000到4500年前的了。那不仅呢历史悠久，而且呢品种也是丰富多彩。从广泛讲起来，以苏州的美食啊，可以包括苏式蕉叶啊、苏式米底啊、苏式蛋糕啊等等10几个道类，1200多个著名品种。我讲也是蛮惊讶的，作为苏州人。那么作为苏州的地方曲艺、苏州评弹，还有蛮多有关于苏州饮食文化的故事搭片段。那么，精选之一部分接送为大家播出。从今天开始，再为大家播出最热的特别节目《舌尖上的评弹》。为了使大家能够更好的欣赏这个苏州评弹，同时呢了解更多的美食方面的趣闻，还不像个事体。所以呢，今朝呢特别请来一位嘉宾，大家蛮熟悉的，是你苏州曲艺的主席，中国苏州评弹博物馆副馆长于先良。先良，欢迎你啊！你好。非常感谢做今朝搿个节目的嘉宾，因为我也是正宗一个苏州人叫，现在流行的闲话叫吃货，可是看来红光满面了海。先良为啥海呢来做嘉宾呢？但不仅仅是因为吃货啦，因为呢是你评弹方面的专家是吧？再加上呢，我一直看呢辣班子浪向写有关于吃方面的文章，哎哟，真还不想得嘞！所以今朝特别请你来，当你来分享分享。专家那根本谈不上，我只不过是有感而发。
有辰光吃啥点啥个么子，我就拿搿个体会写出来。特别是关于吃方面的气氛，我才记得蛮来个。哦。那么实际上，节目开始之前呢，我想王来我看哪个问题呢？先看看我这一开始啊。有一句闲话，你苏州人上得不识山，下得不识个山南，全部侪晓得，叫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晓得个啊。搿么我就要问来着。在那里杭州水有18郡，这样好个地方。为啥苏杭苏州了前头，杭州了后头？为啥苏州了前头，杭州了后头？搿个我倒也想不出呢。因为讲起来，苏州是莫是一个地位，不就杭州啊？杭州上位城市了哇！为啥苏州了前头呢？讲来听听看。说呢，它跟这个质地都有关系。所以因为苏州的物事特别好吃。原来是这个原因啊！我跟你讲，因为人民有所谓听人家讲个，吃再呀，今天700多米再还去白山。对个，三两，你晓得为啥你苏州个物事好吃？我觉着你苏州个菜呢有搿能4大特点。拿比方讲，你苏州个菜呢，鲜烈特别开卷。青菜花仁真的是活生生个荷花仁剥出来个，香油随后一点点随后，人家就淋了海，是吧？那还有呢，就是烹饪呢比较开卷。里种呢先腌制，再做，再卤，是吧？等等。还有第3点呢，就是我觉着是色香味形俱全，漂亮。有种会点啥个西瓜盅啊，啥个是吧？第4点还是再送一个，侪是比较讲究时令性。对，你讲对。刚才搿个时令性，现在是特别讲究。是这样。因为啥个季节吃啥个菜，啥个月份吃啥个物事。对个。那他是让每一个海头里向吃啥，不应该搿个海头里向生长的菜。虽是周期饮食品，你千万要当心着。所以搿个一点啦，你苏州人是办了，可以讲全世界人的权利着。啥个季节吃啥个菜，不要搞错脱个。咁么呢，你现在搿个季节是春天带来的，这个是个啊。咁么你就要吃春季里向的菜。那菜花么大鱼，菜花酱鱼，对，还有么烧个。懂了，菜鸡，青豆子，是刚刚山羊了清明前头，你像有一种菜，叫金花菜。金花菜呢，北方人不晓得的，不吃的，就是有的，就是你江南人吃的，但是你苏州人呢叫金花菜，有个地方呢叫荷花浪，那么上述叫草头。你那个金花菜3个名字的了，不同的地方。我都来讲名字多了。外国也有的，外国有金花菜啊！外国这个名字非常的浪漫，什么名字？非常的诗情画意。说来听听。外国人叫幸运草。金花菜外国叫幸运草啊！这个不听这个。因为呢，正常的金花菜是3瓣叶子，但是呢，偶尔，譬如讲几万朵里向会有1朵是4瓣叶子。搿是蛮稀有的。你假如看见搿个4瓣头的，那就是幸运来着。搿个4瓣叶子代表4个。啥个？家庭、健康、健康、事业、财富。所以那个一生所有个么子全部在前着。那么据说讲外国啥几家幸运草呢？有一趟拿破仑，你大支军队迎军，走到一半个路浪向，看见边浪向好像有1朵菜有4瓣叶子。所以拿破仑对低下去看一看，不晓得正好对低下去的辰光，对面敌军的阵营里向打攻，一枪打个么子，2里去看搿个菜。4枪打勾，子弹正好穿过头顶，对浪向2勾。所以摆了搿点性命，所以叫幸运草。长见识。对了，刚开始你看我，跟我现在也想看那种。那比方现在春天讲，那么清明前呢，就欢喜吃螺丝。对，清明螺笋是我。假使你到菜场去买螺丝，有搿能3种螺丝，你会得选啥？哪3种？一种呢就是面盆里向，最后刚刚练起来个比较龌龊上头有点个做清鸡蛋个。那么水嘛比较浑浊，还有一种呢煎没煎过的，但是呢煎可以呢比较慢菜，也不是再干净，比为个稍微干净点。第3种呢穷干净，搿螺丝壳磨得了光的，煎个地方也比较晒平个搿种。你会得买哪一种？我肯定买第1种。为啥呢？原生态。第1种又刚刚练起来，对。那么你买回去呢要养2天。再拿来煎开来，对，比较好。煎个话呢，因为呢有一种呢这个病危在了受伤的，所以呢不利于侬搿种龌龊吐出来。还有一种是更讲法，还是打得干净，机器打机器煎的，不晓得把啥物事了搿样干净，对。
那还是比较懂的，但是吃好。那清明节的备个几样么子备个吃的，那说螺丝啊，刚金花菜啊，那还有一个酱汁肉。酱汁肉这个啊？酱汁肉是你手做人特有的。是个呀。据说讲，个来做个。搿辰光六家子辰光呢，是据说是搿六家老夫妻开支办烧肉店，但是生意呢一般性，但是老夫妻俩高头心地善良。搿日天早浪向天蒙蒙亮，门打开，寒冬腊月，就说一个干花子困了地上，马上要端起筷子。老夫妻俩高头买很多干花子负担里向，不烤面大家，为侬热个派饭不离吃。那么等地吃好时辰呢，看见个干花子困着了，夫妻俩高头出去买菜。不晓得买菜转来呢，干花子摆脱着。搿么到三娘里追吧。对个。所以你到开始三月着，不晓得三月底后个辰光哈，这里向三木上出三个银后之法。看见边浪向有张铺席子，搿个干花子留来个。那么你到时候拿搿个铺席子卷一卷，塞到巷子里向当银后之法。不晓得搿席子刚刚收养撇出来一股香弄脱着。我吃个猪我但没吃。姓孙的朋友蹦跳起来，我姓孙，孙悟空大闹天宫，喊你大刚不吃。你一打吃一打这样结果，隔壁一桌浪向，来吃？是来世。来世也分窑的了哇。你讲分窑？分窑过啊？分窑比你还要保障。哪行保障法？我们三年轻，医院比较活跃平等，帮大里到来世肯定分窑。就是搿边有几个来世，4个来世。阿郎拼硬上，但是你都吃得阿模样子，就说盯了只台子上老看啥呢？阿没只菜，唯一屋里向还剩3块肉。这是有4个人。那么哪分配法？哪配法子呢？不吃嘛，不饮酒，抢来去煎包，大家4分3你看有点不好意思。大家4个人来自不同的地方。对。那么一个上海人，上海人聪明，你讲好了，大家不要眼瞪瞪了。搿能讲我来出个主意。你看啥个主意啊？搿能讲啊，阿拉嘛侪是老师要文绉绉的，每人来讲2句打油诗，1句俗语。但是阿拉呢侪数学老师，所以搿句俗语里向要有数字，而且要押韵脚。对。那么只要搭得牢这块肉，讲得出有得吃，讲不出没吃。如果讲没，那上海人难想出来个，难打个头。好，那么我来啊，2句闲话要押韵脚，还要有数字，叫6636。我吃1块肉。意大利灵光个，看上海人眼瞪着1块肉不离吃脱。搿是边浪向一个苏州人有文化底蕴个。对个啊。2500年来。苏州人多多定定，苏州人是声音嘛不响个。讲我来，我无来。我讲3落18，2块咕噜多，再吃下去。咁么3块人侪吃得着呀？咁么哪办呢？边浪向还有一个50人，50人面孔撇上来，我来，叫2918，我拿掏来哈公，哈做下去。第5吃瓜，为第4个人了。第4个人哪办？第4个是收拨来的，一个收拨的，一看梆叮当立起来，你们3个不要理，只好我把盆子踢。哎呦，是3、7块。我真个开心，搿些辰光呢，实在可不够。难非讲，搿个辰光少工资15块，我搿辰光实际生活那些的交通的，伙食20块，没还涨。你比我上只档次。我们经常实际生活了，所以来出去吃饭有辰光，来出去吃饭呢，我也有一个脚气，要帮你分享。刚脚气口。4句话啊。人么多菜么少，咁哪吃呢？入座先公主。坐下来先吃主菜，主菜最重要的。大家共同拥有的。对，快来抢。煮面少4方。告诉。主菜吃得上，快点4米3堂。先拿当出来。3堂。所以公鸡一定要给我们。对。还有呢，人多莫啃骨，人多的辰光你别去啃骨头。对。骨头看到是人家菜在吃瓜子。还有第4点也蛮重要的。菜少先泡汤。即使菜少，乃先拿汤派了菜里向吃。
张开来。再咱们汤没重一个，对吧000啊0啊谁用？两个因为鸡饭鸡个嘛，再分开菜个，这个鱼豆腐嘛一人一扎。哦，都分开个。分开个。那么我分开个，我不吃个，我先吃当中个杂菜。当中的菜的。有点多。那么再光搿些辰光个人，也是讲实在个动地色。艰苦呀。别得了一道，这还瘦，这还膻气，这还斤斤计较。自家吃嘛也是啊，那么请客们更高要再上点。不过啊，有种人是天生的。搿个箱子难以形容，一直浸入到搿个红烧肉里向。随便这样子肉，漂边的是手最个大高3行。这样子。用手使劲出去。所以那个是叫手有手办。搿是个有胆所以这样子就半夜吃。那么还有样么子还是半夜辣辣清明前头吃的。啥么子？芽菜还是个？蛋哦。你该蛋江水。江里向有3样么子。河豚。鱼。蛋。对个。前2样呢，野生的已经没着。所以是啥个拼丝吃糊的已经不存在着。我前2天看到呢，微信里向发出来，拼上蛋的照片，哎哟，眼热得嘞。对。因为河豚吧，现在还是求养着。鱼野生的一个也没着，有个人曾经讲，你到好不捉得着搿个鱼野生的，随便激活动地，乃至一开得出去。结果几百个渔民捉至3日3夜，1点分捉来。但是呢，现在唯一个第3个蛋尾鱼野生的，还捉得来。但是现在3000块1斤的。我得来讲，吃蛋蛮有讲究的，生新的或者升级的，辨不出里个味道。一定要细心的、慢心思的人辨得出里个味道。先要拿上头整个一根骨头，离口浪里推松，推出来。那么骨头离头看去个为还去圆做。所以搿日天来看见个。我看到那是一点骨头呀。离骨头离头一直做个。做出搿个比肉还要好吃。哦。那么搿个肉哪还吃呢？来讲看见搿个人辣辣吃骨头，水辣辣我骨头肯定。我就觉得当吃个辰光骨头太多麻烦得了啦。不喊拿水来吃，也不能用牙齿。因为里个肉头嫩，骨头细也是硬。你一定要记住命。每年有很多老年人因白内障而失明，视力减退、模糊、重影、黑影、眩光，都是白内障的症状。白内障看不清，沙普艾斯滴眼睛。白内障是首位致盲原因，早发现早治疗。沙普艾斯预防治疗白内障，治白内障选对药，选好药，选沙普艾斯，要坚持滴哦。好视力，好生活，沙普艾斯。知蜂糖活性蜂王浆，全程冷冻，活性好，是公认的长寿因子，适合易疲劳者服用。知蜂糖蜂王浆，早晚各1杯，白天精神好，晚上睡得香。2014知蜂糖春季改善睡眠养生计划已全面启动，即日起，凡有意改善睡眠质量的市民朋友，至苏州知蜂糖各门店即可参加免费体验活动。活动详询6777950065318586。虽然医疗恢复有机，自家的免疫功能，那么我推荐中国知名商店中科灵芝孢子油。对放疗、化疗后的患者，中科灵芝孢子油能提高患者免疫功能，减轻患者体质虚弱、疲乏无力、食欲下降等状况。在4月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期间，团购中科灵芝孢子粉、中科艾特仅需6折，团购中科灵芝孢子油仅需6.6折。现在就拨打65160709。节能环保，家用电器不要让它长时间处于待机状态，像一般家庭所用的设备待机能耗加在一起，相当于长开一支30至50瓦的长明灯。一对命这一下去的辰光，石头不能个天，石头那个骨头天打外头，等到再后这下去搿个骨头再吐出来。哟，那么三亮，刚子搿趟到的。搿其实只节目呢，侪是搭士林参与过的呢。是与该部分陆建华合作的摘包菜。对。现在来听一听。最近啊，